台湾头一只国造厂水南海军号舰头一届出港进行海测，按算11月交南成军，提升咱的作战防御能力。中华宝岛有一间饲料工厂，有员工无说你家己去加贩卖的机器，却因为伤势伤过严重，落尾是救无回来。疾管署公布，东亚病毒今年统计到单有7个重症其中5例是婴儿，有4例死亡。专家就警告讲，生产的时阵就要注意避免接触到青菌啦。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咱台湾头一只国造厂水南海军号在今仔日头一届出港进行海测咯，本体受去牵着进度，不过这大船公司和海军尽全力赶工之下，只剩海测尔。按算9月呢会当完成着这铺航、潜航，也个作战机器。按算伫咧11月要来交南成军，会当提升咱的作战防御能力。海军和技术人员徛伫海军号的甲板，伫4米小船的介护之下，17头一届出港进行海测。起军速迷伫半暝12点对台北西车落南，未见证这历史性的时刻。阿扁时期，美军要美方要卖我们就已经被挡掉，然后现在终于就是在就是现在终于可以就是有办法自己造出来，有突破了，因为今天终于算是潜舰第一次出港。台湾头一只国造的厂水南，伫2020年11月正式开工，继当年港轨抗两骨，2023年正式号名做海军号，并且落水。后续进行停靠港口的测试了后，这个月14号看到头一届以自主动力伫高雄港铺航，17出港海测，按算伫11月会当交南。浮航第一阶段就是简单的浮航，就是全系统包括主机的点燃。第二阶段可能就是压力测试，就会全速前进，然后这个满舵。右转、左转，测试灵活度等等。我们海关就等到这个泊港测试备变了以后，我们自然就会进行海测。航大顶面的光电条画现出来，去年因为厂商延迟4个月才交货，造成海军号原定4月海测延迟，后小等铺航畅水有作战的测试完成，就当交南甲成军。对于外离岛还有台湾东部，就形成第二线的防卫。如果他想威胁本岛的内圈，就是反舰飞弹、防空飞弹、无人机防御。那潜舰可以从敌人的后面进行夹击。厂水南会当远距离执行反封锁任务，提高台湾的防卫能力。不过，因为海军号后续南的预算，后在野党提案冻结50%。军事专家也呼吁，若海军号海测通过，顺利交南，希望各会会当徛伫甲政府一体角度、客观监督，互后续南会当按照时间和品质来完成。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中科院伫今日邀请国内外12间的这业者呢举办水面无人艇展示，咱有3间国内业者伫咧基南苏澳外海进行展示，每一间呢，咱都现着家己无人艇的性能，输人毋输阵。伫海上点画8日等西，互影拢扣起来，扫落来对目标要驶正紧过去。国内3间无人艇的业者伫基南苏澳外海拼向上熬，香港敢若比武大会。无人艇伫澳洲战争表现真好，是请国内外厂商投入研发。中科院是邀请国内外12间厂商来参展，有5间国外厂商来参加，另外有3间国内业者，包括碳基科技、瑞好科技和龙德造船，拢投入动态展示。碳基科技的碳显加1号是大型出港，全新使用航太碳纤维，有创形状的特性，透过精准目标的辨识来执行侦搜任务。最后来出定位是瑞好科技的海沙800攻击无人艇，同款有创形状的功能，抗干扰，阁会当防弹，上大航程到600公里，会当执行自杀攻击任务，符合国军无对称作战需求。那我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就是说，怎么样发展出不用人操作的 AI 界面。上尾一个出来的是龙德造船的乌条无人艇，船身是深蓝色，船首是尖刺的设计，对应的能力是真好，在复杂的海况内面，同款有稳定操控能力。这次参展的其中一家厂商就是龙德造船，它也正好就是中科院会期专案的合作厂商。因此呢，在记者眼前的这艘黑潮无人艇，也与中科院的会期无人艇外观非常相似。另外，中科院执行会计专案，和龙德造船合作打造的攻击无人艇，这摆并无出来。中科院院长李世强讲，只要无人艇通过作战测评，明年就会当大量采购水面无人载具。
那我更要感谢今天有5位国外的厂家特别来参与今天的活动。我相信很快各位都会被中国政府制裁，但是请你们不要畏惧，因为你们选择了自由和民主的阵营。最困难当然是去口工服务业的这件事情，因为毕竟在很多的电子组件跟相关的手感部分都还是比较困难乏力。当然，现在已经有蛮多的国内厂商，也有外国厂商的部分可以做选购。无人艇伫台湾都起步，各大业者嘛承认讲，去红供应链是一大挑战。中科院讲，透过交流的平台，和国外厂商技术合作，也是共同生产，军民做伙来合作，就会当提升国军的协作力量。记者综合报道。总统府公布，明仔早起要邀请在野党领袖参加国安干部，会有1点钟的时间讨论。总统府强调内容真机密，所以会议无要公开，参与的人也着爱签这保密协议。那这南北两党拢讲不要参加。总统赖清德邀请在野政党领袖进行国安情势简报，原定18早起关门举行，暗过确定破局。民众党主席吴国昌先开第一枪，强调无要出席是对总统府作业上乱的警示，不是拒绝对话。用这么草率、冲促、充满了算计、放话、抹黑的安排，我们非常的遗憾。因此，我本人不克出席此次的会议。朝野要对话，要和解。要和不要斗，关键的钥匙就掌握在赖清德的手上，去化解大罢免，才是朝野对话的最重要的一个基础。2点半前后，国民党嘛是同款，朱立伦声明化解目前的大罢免，这是朝野对话基础。暗过嘛指出，希望南北两党的秘书长持续甲总统府协商。两组会当达成共识，未来也是当进行朝野对谈。这个沟通过程，那日北三方好亲像就是伫流程甲内容敲袂好。他跟我讲说，都甲总统清晰，总统讲今日复杂无规矩改案呢，所以我们是被补电话的对象，然后我们仅止于是被告知。一直到今天下午我得到的回复是9点到9点半的这个公开的部分。他们还是不接受。那比较遗憾的是说，2度致电给2党的秘书长，潘文安秘书长在致电之后呢，都只有黄健庭秘书长回电，来来回回频繁的沟通。民众党的部分呢，并没有回电话，每一次都是用记者会的方式来进行回复。面对在野党缺席，总统府紧急开记者会回应，对于是不是取消会议，总统府的话无讲定，强调会开沟通大门，希望促进朝野对话政党合作，共同面对国家的各项挑战。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地检署侦办国民党台北市党部连续罢免造假案件，将起诉党部主委黄如金如等5个人。北检指出，讲有超过90%的连署拢是造假，即黄如金如就是主导者。国民党台北市党部表示尊重，也强调会继续反罢免。早起呢，这反共护台联名的志刚做行程，就去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要邀请因的党主席朱立伦来辩论。靠手课看起来真忝。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黄如金如涉入罢免相关立委不实连署案，互警方依照非法利用个人资料伪造文书罪来起诉。经过北检的调查，连署书伪造的比例超过90%，也拿羁押超过50天的黄如金如，也互认定做是背后的主导者。动用党员的名册，或者是黄复兴党部的名册，甚至是过去曾经罢免过吴思瑶的联署资料，都不断的拿来做抄袭。国民党还是没有人认错。其实他起诉的条文还是像我们过去讲的，这个基本上它并不是一个什么重罪啊。那么在整个的侦办的过程当中，包含羁押以及大规模的去搜索调查，已经违反了比例原则、司法手段，去影响到整个罢免案的进行。国民党中央表示，希望北院裁定交保，莫因为政治的因素唔顾人权。全台的罢免案会陆续进入第3阶段。罢免国民党立委罗志强的团体大安强强滚，也伊个讲要透过 Podcast 的节目，还有举办8场的客厅会，侵入社区，用空前热战要组织中间的选民。那希望百川汇流我们有能够收集到各种不同的民意，来让我们知道，就是说呢，真正民众在关心的是什么。尊重罢团的公民权利，谢谢。
同时间，反共护台联名志刚做形成，17时带团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来挑战，要送公开辩论的邀请函。要战主席朱立伦，还有立法院党团的总调鲍坤奇，不过拿赢也输人唔输阵。为了让全民真正了解赞成罢免和反对罢免的理由，举办一场公正公开的辩论，是有必要的。早安，大家好，欢迎。我们希望呢，国民党排古马、扛棒搁出动扩音机，应该放送。也若顶礼拜捌甲赖清德总统见面的代志，周兴成是表示，伫会谈当中有向赖总统表达，希望民进党会当加强支持罢免团体。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货运公司三菱通运有一名姓卢的货车司机，2017年3月送货半路，因为出血性脑中风来死亡。家属认为讲是伊定定加班才会过劳死亡，这是职业伤害。这家属落尾是去告这三菱通运，讲要讨赔偿856万。免那这新北地方法院呢，一审是判家属败诉，不过高等法院在今仔日说来并盘路，讲这货运公司就要赔付家属486万。2017年3月，出名的货运公司三菱通运姓李的货车司机，载货时阵向身躯倒半身麻痹看无，到尾因为出血性脑中风死亡。当时姓李司机太太出面主张，先生无相关病史，是因为常常超时加班，致使过劳死，向三菱提告，求偿856万即载赔偿。新北地院法院一审判家属败诉，高等法院17替销员判决，该判三菱应该赔离价486万元，专案还佫会当佫上诉。106年3月31日并发，可视为系因职业触发脑血管及心脏疾病。上诉人得依法请求被上诉人赔偿家属精神慰抚金、抚养费及丧葬费。高院审理的时阵，三菱通运指出，姓李的司机甲其他司机出勤记录拢是以英文日报笔为准，无另外的出勤记录。不过高院甲这案事当时认定，送台大病院鉴定，结果显示，姓李的查某人工作性质符合无规律、精神紧张，而且死亡前6个月，每个月平均加班时数超过45点钟，所以鉴定姓李的查某人是职业灾害死亡。对我来讲，可能也值得欣慰啦，因为毕竟就是迟来的政治吧。很高兴，就是法院能够相信我，给老公一个公道。按公司赔，我觉得也让他们要有所警惕，就是不单单只是说要员工帮你赚钱，因为其实真的工时太长。李太太讲到后庭，讲判决是万来正义，因为伫这么长的诉讼过程，大家官已经先后过身。佮讲家己无啥当接受三菱搁再找理由上诉，因为三菱应该探有这个案，重视运输业超时过劳这个问题。三菱通运到出口前时也无相关的回应。记者综合报道。中华宝岛一间饲料厂，今早起10点外发生公安意外。41岁姓杨的员工伫咧拼假贩卖机器时阵，伊煞无细里溜落去，人就夹入去啊。其他同事赶紧报案，警消人员赶到位，也甲这机器撬歹。这个姓杨的员工因为伤势伤过严重，落被救回转来。即马呢，这中区治安中心也介入调查，除了下令停工，也依照治安法来甲因开罚单。救护车紧甲受伤的人送病院，但是伤势真严重。救援人员一路做 CPR， 落尾嘛是不敌过身，互家属是真悲痛。今仔日是安怎安尼？嘛唔知。不要再讲了。但是发生伫17早起10点外，中华宝岛这间饲料厂传出公安意外，41岁姓杨的员工当在拼喙贩卖机，煞无细致对机器内面的楼梯出落去，正卡互机器夹掉。警消是开1点外钟的时间，才总算把人救出来。他到现场的时候，那个患者受困于那玉米搅拌槽的粗糙里面，然后我们就将人员利用那个机具配合厂商破坏槽底，将人员救出。急救1个小时多了，但是目前还是没有呼吸、心跳。安东安海说，右下肢已经开放性变形了。员工因为伤势相当不敌，饲料厂的负责人嘛赶去病院，伊无想到伫遮做工课10几年的员工会发生意外。这案事中区治安中心嘛介入调查，初步认为讲是流程和安全管理有疏失。因为你要做一些清楚哦，你要先把那个机器停起来啊，所以说他的公司没有让他先把机器停起来，人才去做一些清楚的工作。那还有一个就是
检查的部分哦，会检查的部分你要设护罩护围，是把那个检查不能把它围起来。治安署中区治安中心表示讲，除了已经要求这个工厂停工、复检了后，确认安全才会当个运作。另外，对这个意外，嘛会照违反治安法，对业者来罚3万到30万。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台铁便当，有真侪人爱食，定定会去排队。不过，民众伫咧高铁左营站买到一粒内面有加载台铁便当。这台铁除了回收咧，也讲会调监视器来厘清。高雄市卫生局也派人去查，初步是无看到加载。不过，发现讲这实在拢无看，要求因限期改善。另外，也要抽验产品，等待结果出来才依法办理。卖120块的台铁便当有排骨有青菜，消费者所发现白饭边有几只加蛇，伊惊甲一直讲实在伤咸。这边有没有定期在做清理？有加蛇便当是伫高铁总营站卖台铁便当的所在买，现场不管早起还是下晡，拢有人来买。卫生局嘛前往稽查。我觉得这还蛮夸张的，就是卫生问题，本来就有小强，就是卫生问题有待。就有疑虑嘛，这样子。老牌子已经很久了，我们对它很有信心。当然，只是有这样的反应，他们知道内部也应该要再注意一下。卫生局稽查卖场地便当制作工厂，拢无发现加蛇顶味酶，随机抽验一件同款制停的产品带回检验，结果出来会依法处理。不过制作现场嘛有发现部分食材无完全看无好，要求限期改善。代替是出来回收的。会调研影像查清楚到底倒一个所在出问题。我们这边深感抱歉。那在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我们于今天早上10点多的时候，已经有联络到该名的消费者。那在今天呢，我们也会针对我们贩售的贩卖台以及我们的厨房做加强的一个清洁。卫生局指出，代替制作工厂2礼拜进行一届病媒防治，最近一届是13工前。代志发生了后，已经安排清洁消毒。最近不少店面的餐饮有问题，也是有加蛇，其他业者嘛讲，定期防治真重要。消毒杀虫的公司来，他每个礼拜会固定来点药，然后这个前后差别还蛮大的。这间专门卖面线的老店，除了定期会请专人防治鼻霉，第食物进前，餐具也甲桌面拢会加看一下，碗碟嘛搁唱一届，来确保食安甲家己的名声。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家己布袋行动市场，伫2011年的时阵完工启用，本地是要改善菜市啊这交通甲环境，不过最近雨落真大，这市场内面漏雨倍数是水枪共款。电工所就表示，这市场的储备顶歹去，佮再加上公所要按太阳能板，才会发生这款的问题。即马有联络厂商要来处理啊。外口当咧落雨，市场内底漏水的状况，亲像是水枪共款。16迄天，嘉义县布袋落一阵真大的雨。造成布袋行动市场内底有漏水的情形，并将甲市场漏水的画面翕落来，希望布袋电工所会当重视。有补助，嘛无补助嘛。人做生意个，人个拢唔敢入来啊。唔敢入来是要个卖啥物？进前一届就有啊，这届第2届300。这届较严重。来到市场了解状况，17已经无落雨啊。虽然袂影响到档仔做生意，不过也是看会到市场的档仔因为天崩歹去，所以拢爱准备篷布或者是一寡物件来炸雨。这连风台雨啊是啥物哦？连面目关了了。即摆拢用这篷布咧炸雨。如果做生意无，你要叫安怎？那我们本来已经准备要把它维修了，那刚好我们屋顶出租做光电所以我们利用做光电这个时候，顺便把它整个整修起来昨天下大雨，造成了类似小瀑布的状态，但我有催促业者尽速来把它完成。布袋电工所表示，这个市场启用到达已经13档，每档修理的费用大约伫50万左右，所以只要有发现害去的所在，拢会赶紧来处理，希望同款的状况袂搁再发生。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来看高雄的百品市场，对面个55年启用到今已经60年啊。那这建筑物是旧凹旧臭，更调拢走出来，也因为台地所产生的噪音也个歹味，互边的住户一直抗议，希望这市场会当赶紧来迁走。当地里长也讲，这市场讲要迁已经讲20年啊，到今拢无叮当。那市政府是讲，因为这土地有产权的问题，甲高雄地区农会也搁伫咧协调。
在地车出入，这是高雄肉品市场自起好启用到今已经要1架子啊！见不真侪所在更调拢已经看现，外边用砖仔台围墙啊，毛几落规拢已经倒去，换用考察板压起来。当地里面讲，物件收据是小问题，因上界挡袂掉的是猪仔的惨叫声甲猪屎味。因那边哦，迄风啊吹来时，都有一个味足臭。啊，平常时敢会听到讲会猪仔叽叽叫的声。会啊，足臭。也无法度啦，这遐久啊。几年啊？哦，咁啊久啊，有咱20当了，讲要迁，迄无法度，迄无遐随便的啦。肉品市场就伫咧三明区的湾仔里，过一条民族路都是在地知名的商场。周边建案一直起，但是湾仔里这边却因为肉品市场定伫咧遮，愈来愈无发展。里长表示，今年市府讲启动清算计划，却因为土地产权问题拢无进展，到底要安怎做，爱互地方一个明确的方向。对此，农业局表示，土地问题目前也搁甲高雄地区农会咧协调当中。要诉讼，你嘛会当摕出你个诉讼的公文，互阮看嘛，真正有咧拍官司。啊，也是若无要拍官司，要转型，安尼嘛紧有一个计划出来，互咱遮附近的百姓有一个想法。目前规划朝县地转型与市场整并方式持续推动，因涉及土地的争议，农业局正与高雄地区农会尽力协调中。因为土地问题也无法度解决，农业局表示，目前会甲环保局配合，针对空谷噪音等问题持续稽查监控。那市场建设伤旧甲围墙外部分，也要求肉品市场爱加强定期巡检，避免造成安全问题。记者柯家朱朝阳高雄场报道。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发布 IMD 世界竞争力年报，今年台湾伫咧69个国家内面排伫咧第6名。国发会表示讲，今年面对着美国关税和全球供应链重组的不确定性，政府会把这份报告当作是总体检，继续来强化台湾的经济韧性。国际局势直直咧变化，无论是战争、政治紧张，还是保护主义额头等等，对去年到今年来世界经济有真侪挑战。当年瑞士洛桑管理学院会根据国家的经济表现、政府效能和企业效能，各有基础建设4大指标来评比。今年 IMD 世界竞争力年报显示，台湾伫咧69个国家内底排第6名，比去年进步2名。伫咧人口超过2000万人的经济体当中，连5年排世界第1。台湾去年在经济表现方面进步了16名，所以这一部分我们认为是我们竞争力成长的一个原因。IT 产业的还有中高阶技术的企业研发，还有基础建设方面，政府都非常的努力。我们认为这个都是未来就是台湾竞争力提升的一个原因。今年台湾的经济表现第10名，比去年进步12名；企业效能第4名，有进步2名。另外，亲像政府效能和基础建设，分别是第8名和第10名，排名拢是和去年相共的。原来基础建设的部分，伫咧再生能源需求比例是排59名，表现有较歹。经济表现当中，亲像出口集中度排名第60名。经发处表示，这嘛是咱的弱势，未来政府会加强协助产业伫咧全球布局。所以台湾的ICT 出口目前还是相当，在前5个月其实还是相当成长是相当大的。但是整个 ICT 的产业需求其实是在全球需求其实是非常大的，但是会不会因为前面的急单的需求会影响到后面？其实还有未来关税政策的一个谈判结果，其实还有一些不确定性。经发处表示 ，IMD 世界竞争力评比会当看作是国家整体经济和社会体制的总体检。嘛表示，今年面对美国关税新政策，也有全球供应链重组的无确定性，政府会继续强化台湾的经济韧性，来维持国际竞争力。记者卢尚如、郑春友台北报道。为了要防止这诈骗集团利用政府的身份去诈骗，所发布公布上届新的对策，除了用111平台寄简讯以外，未来搁伫咧简讯内容内面呢，显示民众的手机号码后边3号，这是诈骗集团2G 基地台我都做较高技术。为着要预防诈骗集团假造政府的名机来发送简讯，所发布伫2023年推出来111简讯平台。政府机关统一由111这个号码来发送简讯。根据所发布的统计，自平台使用到今，已经累积超过500个政府机关使用，拢总发送6000万通的简讯给民众。一些公营事业也都有发送这个111的简讯譬如说像水电的缴费通知啊，补税通知。罚款缴纳、国民年金等等这一些
我们为什么先从政府的一一简讯开始做呢？因为如果我们一般民众收到一个好像是政府来的一个简讯的话，通常我们比较容易受骗嘛。那民间企业的话，这个我们会想办法用别的方法去把这些漏洞堵住。不过目前也拄到一个挑战，就是111感性平台去互诈骗集团破解啊。目前诈骗集团上新的手法，就是伫咧车顶家己装一个非法的2G 基地台，然后找网络无好的偏僻地区，干扰4G、5G 的信号，成功假造政府发送111的感信来欺骗老百姓。比较偏远收不到4G 讯号的地方，或者是说他在可能收到4G 讯号的地方，他就用一些讯号来干扰民众的手机收不到这些4G 的讯号，然后这个民众的手机收不到之后，他就会自己降频去收2G 的讯号。针对诈骗集团的新手法，司法部也想出来一个新的对策，除了像较早用111平台发送以外，搁伫咧每一个感信头前显示民众手机后面的3个号码，这是2G 网络做袂到的技术。司法部希望利用双重认证的设计打击诈骗，守护民众的资讯安全。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昨暗台北市有一台大都会客运的电动公车，可能是电池出问题，煞规台公车都火烧，加在是无人伤亡。公运处除了要了解这火灾的原因，也下令将一批20台公车全部停驶。台北市其他业者若准有这款车型的公车，第3天内也就要彻底检查。配合乌烟充满一台大都会客运的电动公车，变做一大团的火球，互经过驾驶含跳奥多巴的拢错一个。拜一暗时，台北敦化北路街仔路有一台电动公车驶到一半，仪表板是忽然间出现红灯的警示，表示讲电池无正常。机警的驾驶是随互车顶7个乘客拢落车，后壁随通报公司状况的时阵，这公车就爆炸导火，规台车一个拢烧起来。华德牌的电动公车，它是最早的国家队，它的灯号就只有一个，要么红灯，要么黄灯。对，那就是各种状况，它有不一样的归类，因为它的保护机制很多。好在这乘客拢安全疏散，无造成更较大的意外。公运处除了要厘清导火原因，嘛紧急下令，共批出20台车全面停驶。另外，无共业者共车型的114台车，嘛伫3天内完成总体检。针对同车型目前台北市总共有114辆，那我们也在不同业者的营运当中，我们也请这几家业者做一个检视。那目前有2辆车有一些异常状况，是已经做停派了。大都会客运这台110年12月出厂的国产品牌华德牌的电动公车，今年3、4月拢有完成定期的保养。车顶装的3元锂电池虽然讲有关能量的密度，但嘛是有高温还是热失控的潜在的风险。因为安尼贸业者是选使用成本较悬的钛酸锂电池，因为安全性较悬，嘛较袂来爆炸还是烧起来。我们在进行极限破坏的测试中我们产生的结果是没有任何的爆炸，而且燃烧只是一瞬间的闪燃，不会波及到旁边的模组。台北市目前总共差不多有3500台的公车，其中有858台是电动公车。公运处已经要求各经业者在3天内完成全面检查，而且提出后壁的改善报告。推展绿色交通的时阵，安全嘛袂当拍折。公司新闻综合报道。讲到这导火电动公车是华德动能做的，电池是日本的，英国唔捌有事故记录，业者表示讲会配合调查导火原因。咱交通部有统计讲，目前台湾的有2000多台电动公车，车测中心也讲，这出问题无一定是电池芯，因为伫咧车路走问题较济，会当伫咧分段记录找到，佫需要调查单位来厘清。大都会客运所属甲倒起的车共行20台电动公车，拢已经预防性停开，停伫场站内，业者嘛自主检查。这就向华德动能声明，专业配合调查。事故车的电池是日本制，无事故的记录。电池箱甲系统嘛得到欧洲安全认证。跟这台车同样用同样的电池芯的，那也会这同步的一个情节，这样逐步的扩大，配合火调目前的一个调查的，然后提供相关的一些资料给火调。来作为进一步的分析。火调人员17下晡完成事故车的鉴定，带回相关资料。运安会嘛持续派员介入调查。有电动车的车评是讲，这件事故不是充电的时阵发生的，有可能是电池内部的零件发生短路。那
发生短路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去问说，那为什么电池管理系统没有去做到控管，及时让它直接断电？财团法人车辆研究测试中心分析，国内电动车电池芯拢通过经济部标准局实验室的检验。电动马术使用是电池芯组成的电池包，搭配电池管理系统，会当侦测内部电池电压甲温度。市区公车可能风险是行驶时间长，还是路虎病地势模组受损，不一定是电池芯的问题。电池管理系统看当天或前几天它的那个电池芯的温度跟电压有没有异常。到今年5月底，咱国电动大客车拢总2028台，其中市区公车有1991台，公路客运有37台。国内主要生产电动马术业者以发电动能市占率超过一半上济。另外有升温汽车一家自动驾驶的创业能源，鸿海集团的原来有风华先进、凯盛力联加动用汽车原来有生产。你新车检查通过了，就保证这部车用5年、10年、20年，都不出问题嘛。维护还有必要的这个定时的检查。台湾的目标在2030年前，全面台湾市区的柴油公车改用电动巴士。车验中心表示，新车出厂拢爱符合规定才会当领牌。上路了后，维护保养、定期检查才是关键。不过事故的原因也是需要专业调查单位来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疾管署公布，肠仔病毒今年统计到今有7例重症，其中5例是婴儿，有4个死亡，拢是感染到伊科病毒11型。专家就警告讲，这婴儿感染到肠仔病毒会变甲真严重，呼吁有心的妇人人对生产就要注意讲，看敢有流鼻水、爱困眩的情形，上好莫有人来拜访，较袂感染。肠病毒的疫情是出现警报，尤其是新生儿，最近是出现真侪重症个案。疾管署17公布，顶礼拜新增加一个肠病毒的感染并发重症的个案，是南部一个查甫翁仔啊，拄出生3天就出现发烧、含袂喘气的症头，后壁佫出现休克、肝炎、心肌炎等等。另外，佫新增加2例死亡，分别是南部出生6天的查某翁仔啊，和出生3天的查甫翁仔啊，当中是感染伊科病毒11型。预估可能要到9月才会进入整体这个肠病毒的流行期哈，但是在新生儿部分，因为重症一直接二连三的出现，我们也是连续2周已经有新增了3例的这个重症个案，加上还有死亡的个案，表示说这一波新生儿的肠病毒疫情事实上呢是很特殊。根据疾管署的统计，今年肠病毒的重症加起来有7例，其中5例是新生儿，出现4例死亡。专家警告讲，伊科病毒11型，无亲像过去克沙基病毒71型，会有喙孔内症头。大人若感染症头是真轻歹发现，但是新生儿感染会攻击肝脏、心脏，引起败血性的休克等等，病情变化是佫紧佫凶。疾管署嘛成立应变工作小组来应对疫情。妈妈得到以后，甚至妈妈会以为流鼻水，以为是过敏性鼻炎，所以其实严重的话，如果妈妈已经到达发烧或出现一些上呼吸道感染，其实就要通知妇产科医师。一般的长辈们在这个高度疫情流行的时候啊，应该尽量就减少人员对新生儿科的亲亲跟抱抱了。另外，国内新增加3例境外移入关节仔的病例，拢是恶性关节仔重症个案，其中2个人是做伙去庆亚，是6年来第1件境外移入关节仔的群聚。另外一个个案是北部40几岁的查甫人，要去西非北南共和国来出差，目前是分别插管，而且必须要洗药剂，也未脱离险境。疾管署嘛提醒讲，民众若去高风险区，一定要伫4到6礼拜之前去旅游医学门诊注疫苗，含领预防的药啊。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落实总统赖清德所定出来2030年癌症死亡率降低1/3的目标，健保署伫今年6月提供气管癌、咽癌、大肠癌会当使用健保的免疫疗法来治疗，今年上济会当替病友省200多万的医药费。去年12月都已经离开了，之前也有申请说这个免疫疗法。可是就是排不到。讲到亲人的治疗过程，伊也是感觉真危险。伊讲，伫咧去年为着要替亲人申请健保的免疫疗法，需要过真侪关，因爱先做基因检测，看敢有符合资格，刷落来该排队等主管。伊的家属就伫咧等待过程当中过身啊。你要做免疫疗法，一定要先做基因检测。那在检测以后呢，又有一个问题出来了，你要排队啊，你排不到就没有了。
为着要减少这款危害，健保署伫咧今年6月份开始，甲3种癌症的免疫疗法纳入健保补助，分别是微小细胞肺癌、三阴性鳞癌和大肠直肠癌，而且唔免像较早该经过基因检测，才当直接去用免疫疗法。如果一档落来，上济会当替病友省200几万的医药费。我想这样等于就是让我们所有的肺腺癌的病人的照顾可以得到公平的照顾，而且看起来我们整个照顾的范围，盖囊括的范围已经超过90%。我们会认为这样子一个很好的治疗，它应该要更全面的被健保给给付，那并且病人在使用上面的限制，应该要以临床的需求为一个基础，而不是说为了要去做财务的控管来去做临床上面的限制。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国人10大死因当中，癌症已经连续43档拢是排第1名。敢若去年就54000人因为癌症过身。台湾少年病友协会也建议政府未来会当大大扩大其他的癌症的免疫疗法费用纳入健保，来落实赖清德政府所定的2030年癌症死亡率降低1/3的目标。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根据台湾健康联盟的调查，讲这40岁以下的少年族群，逐天啉一杯有糖的凉水，比率要到25%。长期以来，可能会造成大颗心血管疾病，甚至有癌症的风险。民进党却为立委和民间团体要提出修法，或者无糖的凉水呢，会当免扣肺不税。无糖免税，健康加倍。7个民进党的立委甲民间团体等等的相关单位，17早起联合召开记者会。呼吁财政部会当修改废物税条例第8条，予国产无糖的饮料甲纯天然的果汁同款免扣废物税。安尼毋但会当增加厂商生产的意愿，嘛会当用更较优惠的价格来刺激消费者买无糖饮料。既然他们都标榜健康无糖那我们就希望呢，未来这些饮品呢，能够透过由降税的方式，来促进我们消费市场上消费者的选用。不加糖的这些饮料，他们会少收多少钱？大概会少收3亿到5亿。为了全民的健康的话，我觉得这一个3亿到5亿的这一个少收的一个税收是绝对值得的。民间团体调查发现讲，台湾40岁以下的少年人，逐天啉一杯有糖的饮料的比例有甲25%。长期追踪发现讲，有糖的饮料甲大颗代谢症候群，也有心血管疾病有密切的关系，同时嘛有致癌的风险。所以呼吁政府提出相关的政策，减少咱国民众食糖分的量。支不支持政府来对于含糖饮料加糖税或糖捐73%的民众支持的？要来仿效欧盟的 FOP 的标示的精神，就是用颜色有。这个绿色、有黄色、有红色，让消费者很明显的就可以知道他要怎么选择。食署讲，正咧研究新的包装食品顶悬营养资讯的标示，互民众来参考。立法院财政委员会18会摆审废物税条例修正草案。财政部强调讲，各委员提案的版本拢会尊重，目前也无要表达意见。公视新闻台北报道。屏东县的动物之家开幕要满1年啊，不过机关发现讲，这动物之家的医生逐年拢伫咧减，今年才1300多万尔，平均一只动物一工才68块，甚至把这照顾猫的空间刷去办公室内面，讲是要省冷气钱。对门口行入去，就看到3个铁笼仔放伫柜台边啊，伫办公室内一人一人伫甲办公桌仔踩做伙，流浪猫仔有咧啉水，有咧拄久。这是屏东县的动物之家，进前就有屏东县议员来，看到人甲猫仔做伙办公的画面，认为天气这么热，员工为了省电，煞唔甘开冷气，互猫仔甲员工做伙互热，伤过离谱。我们的预算是没有给他电费吗？还是没有给他足够的预算？538乘以135，再乘以365天，应该要给他将近2500万的预算。当时的主计处说什么？因为刚成立。收容数不会达到满的量，所以呢，我们先不要给这么多。县议员陈勇表示，县政府予动物之家预算一年比一年搁较少，去年拄成立便1955万，今年才剩1332万。逐工每一只动物的照顾费用对135块，减到今年剩67.8块，比高雄市甲平湖县拢减真济。动物之家表示，预算确实有减少。毋过，甲猫仔锁到办公室，拢是为着方便照顾，
互要认养的民众较方便看猫仔，若是有需要开冷气，伊嘛袂当算。其实它也不拥挤啦，几浪安呢，我们会很清楚的知道它的个性，因为跟它互动很快，然后会知道它的身体的状况，有没有拉肚子，有没有吐。因为家的空间大，而且你窗仔门开，甲外口空气对流。那这些所编列的费用呢，其实也涵盖了我们的委外厂商的人事成本呐，这个使用空间的这个水电费、饲料费、医疗费、消毒费等等。屏东县农业处讲，动物之家目前收容量达到8成，要甲进步啊。对预算会搁来了解甲检讨，若是真正无够，会搁追加预算。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林业保育署家己分属的阿里山博物馆有珍藏一只有文献记录的台湾婚爸标本，不过受到这地动的损害，今仔日决定要捐予这修复单位，也就是伫咧台中的自然科学博物馆来珍藏，而且是国内头一届运用3D GS 这款的技术来替这标本重建有路的分裂，对台湾婚爸研究真有帮助。宝贵的台湾鸟爸标本放伫科博馆恒温形式的库房当中，搁再透过上新的3D 建模甲生成式 AI 技术，将鸟爸的主题呈现出来。这个由林业保育署家己分属珍藏90年的台湾鸟爸标本，17时正式捐予科博馆，并且以所谓珍藏的方式保存、守护自然历史资产。广泛这边有一个好的一个保存条件，那如果说他们能做的一个相关的一个适当的保存，我想说我们就能够把这个这么珍贵的标本来捐赠给他们。2014年，台湾鸟爸红认定做已经断种，不过最近几年也是传出有人看到，引发各界的关注。这个标本上早是伫1935年伫林保署阿里山博物馆展出，是全国第2只有文献记录的台湾鸟爸标本。经过921地动受损，委托科博馆来修复，搁再运用3D 高速破转法无死角、高解析度来重做母甲纹理，对学术研究有帮助，并且提供民众使用。以这一支台湾云豹为例的话，它我们大概拍了295张。然后是各个不同的角度，然后去最后用电脑的方式去模拟出它重建以后的这些纹理跟毛发的这些细节。这些猫科它特别的花纹，它有点像我们人的指纹一样，每一只都不一样。那3D 建模，我去比对它的斑纹跟以前的旧照片的时候，一些特征如果真的可以比得出来的话，这是真的有可能很不一样的。官方强调，目前全球敢若5件有文献记录的台湾鸟爸标本，除了国立台湾博物馆、科博馆，另外3件是收藏伫英国大英博物馆、德国柏林自然博物馆、甲日本科学博物馆。这个标本搁再确立台湾捌有鸟爸的事实，提供科学研究，也有历史甲文化意义。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下半年，台湾有5组艺文团体，包括着布拉瑞扬舞团、双子打击乐团等等，受到美国、加拿大无共艺术节也有艺文场馆邀请。咱的文化部和美国在台协会也会提供协助，替台湾争取艺文的交流机会。对7月开始呢，咱台湾的艺文团队要伫咧北美办29场的演出，希望互外国民众会当愈了解咱台湾。用台湾书法家当用字的创作，结合科技编舞来表现文字甲具体线条的美感，这是编舞家黄奕的作品《墨》。今年受到邀请，要去美国的舞蹈艺术节演出。墨如我一路以来的创作，深受台湾科技基础、多元文化与创新精神的滋养。此次的巡演，期待带着这份台湾的文化与创意，带到美国。另外，布拉瑞扬舞团嘛要甲以文论不正宫的文化结合舞蹈艺术所创作的路纳，搬到美国的大舞台。在国际是这样啊，他们看过各式各类的舞蹈演出，那可能很少见的是，他们要去透过这次的演出，可以认识台湾的原住民。有科技、有人文，也有打击乐、甲当代舞蹈等等。台湾下半年拢总有5组表演团体，受到北美无共剧院艺术节等等的邀请。咱国文化部和美国在台协会嘛提供协助，让台湾的艺术家通去美国、加拿大等等无共所在去巡回演出，交流台湾文化。被砍2000万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大概会少40组的团队可以出国，可是即使如此，我们还是拼了命的，不希望减少这个出国的机会。即将出发前往美国的台湾团队，美国巡演计划，他们让美国观众有机会
体验台湾精彩的表演艺术，进而更加认识台湾。文化部表示，希望透过这届去8月29场的巡回演出，通为台湾争取愈侪艺文的交流机会，也让国外民众看到除了半导体以外不共产面的台湾。记者卢尚如、郑春友台北报道。大观众朋友，做来看明仔载天气。吉人台北桃园新竹对26度到35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2度。天佑金马马祖对26度到31度。结果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